某波斯不只是酒店，更是藝術與奢華完美融合的典範，太酷啦！各位老友，今日跟嚟見下喺呢個世界上攞米芝蓮星最多嘅人 ，follow me。新濠天地摩帕斯酒店嘅杜卡斯餐廳，呢度咧係奪得米芝蓮2星黑珍珠一鑽嘅法式美食殿堂。傳奇主廚阿蘭杜卡斯咧超勁啊，手握21粒米芝蓮星啦，餐廳遍佈世界各地，並且擁有3家米芝蓮3星餐廳。晚宴現場水晶閃耀，名流齊聚啊！作為美食博主，可以同地球上攞星最多嘅主廚合影，簡直不要太開心啦！豎琴、小提琴輪番演奏，歌手林奕匡登台獻唱啊！熟悉嘅歌曲瞬間點燃全場氣氛。點個讚，一起開飯！有人講餐前麵包係家餐廳嘅試金石啦，呢度嘅包咧鬆軟可口，麥香4日，配搭上自家製香濃嘅黃油，瞬間就可以捉住食客嘅心啊，彰顯出餐廳嘅不凡水準。晚宴嘅開場呢，一道精緻嘅餐前小食，蟹肉絲絲鮮嫩啊，爽脆嘅青豆為佢增添咗一絲清新啦。再點綴頂級嘅魚子醬，鹹香嘅汁水喺口中爆開，奢華之感油然而生。法國青蘆筍嘅淡雅清新，羊肚菌嘅醇厚鮮香，以及軟糯彈牙嘅鹽漬薯粉團，共同演繹咗一場法式田園與山野風情嘅美味對話。主菜嘅天然多寶魚呢，嚟自法國空運啊，肉質緊緻鮮嫩，配搭色彩斑斕嘅彩虹甘筍，一啖咬落去爽脆清甜，再滴幾滴檸檬啦，清新嘅果香瞬間激活成個味覺體驗，宛如一場舌尖上的奇妙旅行。隨後登場嘅2022珍藏康提芝士，質地緊實細膩，散發着馥郁迷人嘅香氣啊！配搭脆餅同芝士條，每一啖都帶嚟多層次嘅味覺享受，令人陶醉其中。甜品咧係餐廳 logo 造型嘅自家工廠製巴黎朱古力，選用75度嘅可可啦，入口絲滑，仲有脆米海鹽同榛子，微苦同甘甜交織啊，成為呢場晚宴中獨有嘅甜蜜驚喜啊！最後以一道融合咗澳洲同法國蘋果嘅季節小點收尾啊，紫蘇嘅清新同南薑嘅辛香碰撞出奇妙嘅風味。侍酒師精心搭配嘅多款嚟自唔同國家產區嘅葡萄酒咧，為呢場晚宴咧增加咗更多嘅韻味。大家沉浸其中咧，紛紛舉杯，現場充滿咗歡聲笑語同此起彼伏嘅乾杯聲。當然呢一場堪稱完美嘅晚宴咧，背後離唔開主廚嘅精湛廚藝同埋成個團隊嘅努力。佢哋一同上台謝幕，收穫咗全場如雷貫耳嘅掌聲。新濠集團嘅餐飲實力真係超強，喺2025港嘅米芝蓮指南入邊咧攞到咗8粒星，居冠全澳。一切順利。